歡迎大家收看呢個東灣區域中心嘅早期啟動嘅簡介。今次呢，我哋會講下以下嘅幾點。我哋嘅議程呢，就包括我會介紹我自己啦，我哋早期啟動計劃嘅概覽啦，同埋早期啟動嘅流程啦，以及我哋可以做嘅下一步，以及下一步。咁我先介紹下我自己啦。我嘅名叫做 Villa Wong，我係識講英文、廣東話同國語嘅。我嘅背景呢，我以前呢就係做老師啦。我亦而家呢係教成人學校，同埋我做翻譯嘅。今日呢，我哋要學到啲乜嘢呢？我哋會學到一啲，我了解下咩係早期啟動服務啦。我哋了解同埋判斷一下早期啟動服務係唔係適合你同你嘅家庭。首先，我哋介紹一下東灣區域中心。東灣區域中心嘅縮寫呢，就係 RCEB。東灣區域中心係一間私立嘅非盈利嘅組織，我哋係為發展有障礙嘅人士呢提供服務同埋支援嘅。我哋涵蓋嘅地區呢，就包括阿拉米達縣啦，同埋 Contra Costa 縣兩個縣。呢度呢，就係我哋兩個地點啦。第一間呢，就喺 San Leandro，地址呢，就係500號嘅 Davis 街1118號房。呢個係 San Leandro嘅地點。另一個呢，就係喺 Concord，我哋嘅地址呢，就係1320 William Pass Road 300號房。東灣區域中心呢，有兩個好主要嘅計劃嘅，有一個呢，叫早期啟動計劃，係適用於出世到36個月大嘅細路仔。第二個呢，就係發展性嘅障礙服務啦。呢個服務呢，係適合3歲以上，依據我哋嘅 Letterman 呢個法案而定嘅。早期啟動服務呢，就包括下面呢啲地方啦。第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服務對象呢，係適合有以下問題嘅嬰幼兒嘅。呢啲嬰幼兒呢，話有發展性嘅障礙，佢哋有明顯嘅發展遲緩，同埋因為父母有呢個發展性嘅障礙呢，而佢哋係屬於高風險嘅。早期啟動計劃呢，係唔係符合資格呢？我哋要睇下喺下邊呢，我哋要睇下我哋要做一啲評估啦，對一啲兒童進行一啲發展性嘅評估。如果佢出現一啲好顯著嘅延緩呢，就係符合呢個計劃㗎。首先，我哋睇下佢有冇認知嘅發展方面嘅問題啦，佢嘅粗大動作同埋精細動作嘅發展啦，以及佢哋表達同埋理解溝通方面嘅發展。仲有呢，就係社交同埋情緒嘅發展，適應能力嘅發展。如果喺呢啲方面都發現佢有明顯嘅遲緩呢，佢就適合符合呢個計劃啦。咁呢個早期啟動計劃呢，就係必須係按照下邊嘅條件嚟到進行嘅。如果佢有一個或者多過一個嘅發展領域呢，佢嘅遲緩呢係達到25%以上呢，或者佢已經有一啲係已經確立咗嘅高風險嘅狀況，以及如果佢有多重風險嘅因素，呢3點呢，就係佢要符合嘅條件啦。咁我哋服務咧係依據我哋呢啲細路仔咧，我哋會由東灣區域中心啦，我哋有一個叫做跨專業團隊，英文簡稱就 IDT。呢個團隊咧會做一啲係發展性嘅需求嘅評估。咁我哋根據佢嘅結果，以及家庭關注嘅地方啦，同埋優先事項，以及每一位兒童嘅個別化家庭服務計劃，簡稱係 IFSP 團隊所共同嚟到制定嘅。咁我哋早期啟動服務嘅內容呢，可能包括下邊呢幾方面，亦都唔單止呢幾方面嘅。
首先呢，我哋係有嬰幼兒發展專業教學，下邊呢就係語言嘅治療、職能嘅治療、物理治療同埋自閉症相關嘅服務。根據 Letterman 呢個法案呢，東灣區域中心呢只能夠係為付款嘅最後嘅選擇。如果服務對象呢首先用盡其他所有嘅保險資源，並且承擔保險所涵蓋必要嘅治療服務嘅共同支付，即係 co-pay 同埋自付額，即係 deductible 嘅費用。承擔呢啲之後呢，然後先至由東灣區域中心呢提供服務嘅。咁有咩早期服務啟動呢？有咩流程呢？有乜嘢嘅環節呢？首先呢，如果呢個兒童呢被確認佢符合早期啟動計劃，咁英文叫做 Early Start。咁如果佢符合呢個資格呢，就必須係喺轉介之後嘅45日內完成呢個資格嘅審查，並且呢制定一個最初嘅個別化家庭服務計劃，簡稱係 IFSP。呢個就係第一步啦。第二步呢，我哋應該有一個早期啟動計劃嘅服務啦，應該係喺照顧者簽咗嗰個服務同意書之後嘅45日內，我哋先開始實施呢個服務嘅。咁作為家長呢，應該同嗰個醫療保險公司聯繫啦，以確認呢個服務嘅可用性。呢個就係第二步啦。第三步咧，就係喺家長或者法定監護人喺呢個 IFSP 上面簽署咗60日之內咧，佢就必須將呢個 IFSP 咧就提供俾家長或者佢嘅法定監護人。第四步啦，我哋會係喺6個月嘅時間呢，同埋每一年呢做一個檢視嘅，即係再重新睇下係咪一次或者多次具體有幾多次嘅檢視呢，就視乎呢個細路仔進入早期啟動計劃嗰陣時嘅年紀啦。如果年度檢視嘅目的呢，係我哋睇下呢個細路仔嘅進展嘅情況呢，同埋針對佢需要嘅地方呢，設定新嘅目標或者做一啲調整嘅。第五步啦，我哋會有一個轉銜嘅會議，即係轉過渡轉接嘅會議。當呢個細路仔滿咗30個月或者以上嘅時間呢，我哋會開一次會啦。咁呢個轉銜會議呢，就必須係呢個細路仔3歲之前嘅90日內進行嘅。必須係得到家長嘅同意啦，亦都可以邀請當地嘅學區呢參加嘅。呢個轉銜會議嘅目的呢，係幫助一啲家庭做好準備，了解呢個兒童滿3歲之後呢，可以獲得嘅資源同埋服務，例如下邊嘅一啲服務：學前教育課程、課後輔導計劃，同埋同學區會談等相關嘅支持服務。第6步啦。咁我哋第6步呢，就係要通知當地嘅校區，呢個係必須做嘅。服務協調員呢，將喺你細路仔滿3歲之前嘅90日內呢，就會啟動呢個轉介嘅程序啦。第7步，早期啟動計劃呢，係會係俾你嘅細路仔3歲生日嗰日呢，就會結束噶啦。以後嘅步驟，如果繼續符合資格呢，可能就包括下邊呢啲係呢啲服務啦。3歲之後呢，呢個細路仔呢就可以接受學區所提供嘅學前教育服務、其他學前教育服務，以及或者係東灣區域中心提供持續嘅服務。咁第八步呢，就係當呢個細路仔如果係存在一啲終身性嘅發展障礙，
對呢個有疑慮嘅時間呢，如果你家長懷疑佢可能有呢個終身性嘅發展障礙嘅時間呢，如果家長或者監護人同意嘅話呢，咁你嘅細路仔呢就會轉介去進行一個評估，或者係一個檔案嘅審查，以確定呢係呢個細路仔係咪符合持續咁樣符合我哋東灣區域中心嘅服務資格。咁我哋喺呢個 IFSP 等待嘅時間係點樣嘅呢？如果個資格評定呢，一定要係喺45日之內完成嘅，就係話自從收到最初嘅轉介，區域中心呢一定要喺45日內完成呢個評估，確定佢嘅服務資格，同埋制定一個個別化嘅家庭服務計劃，簡稱就係 IFSP。下一步呢，如果你想申請呢個早期啟動嘅服務呢，請你聯絡我哋早期啟動接案組，佢哋嘅電話呢就係510-618-6195，佢哋有傳真號碼呢就係510-678-4156，亦都可以發電郵去佢哋嘅嗰個電郵箱入邊，佢哋嘅郵箱呢就係 earlystartreferrals@rceb.org。咁我哋亦都提供翻譯同埋口譯服務嘅。東灣區域中心呢提供一啲重要文件嘅書面翻譯。東灣區域中心亦都提供現場同埋電話嘅口譯服務。呢啲服務係用於會議嘅時間啦、評估同埋服務協調員之間嘅互動嘅。OK，咁我哋呢次要講嘅呢個早期啟動計劃呢，就呢度結束咗啦。多謝大家嘅收睇。OK，我 done。